同款是台南的消息，为着庆祝建设400年，白灵史文教基金会是用假批行动办艺术展，邀请在国内真侪大师用明信片做主题，用因无共的手路呈现对台南的祝福。即阵是当咧台湾文学馆佮台南知识馆社演出。 1624年，世界行入台南，到达20技术望台南走向世界，这是总统赖清德的寄望。但这把天官赐福是彩绘大师潘岳雄的作品，顶悬侪无共花草的明信片，大家有偌久无写批啊？这届白灵史文教基金会参台湾艺术思想协会，以假批行动办艺术展，无论是用文字、图画，也是做曲的形式，拢是各界人士对台南深深的祝福。真侪人坦白讲，也无讲真正有真实的了解，这届的活动会当互咱更较深的对台湾有一个更较正确、更较好的理解。过去在庙寺内面当足侪物件的文字会倒边来倒边去，所以知识的堆叠吼，甲相关的物件拢甲这个工课有关系吼。对海外寄来的明信片顶头长的邮便印仔有时间参空间的记号，嘛见证历史。展览中由文学、美术、音乐甲工艺等大师用不同的表现手路，写精批祝福文化首都台南。国内外拢总600个人参加，展出800件作品，替台湾留下珍贵的文化资产。其实这拢足侪大师呢，伫这个艺术生命这么长的当中，伊想要甲台湾讲什么话，伊伫即摆拢有表现出来，真有信心讲咱台湾会愈来愈好。这阵这作品伫咧台湾文学馆、甲台南知识馆伫做展出，会连续展到8月底。主办单位透过展览，要互大家重新思考咱参这块土地情感的连结，甲重新看台湾的起点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